台中当时客家文化园区推出着山城小旅行的活动，带领民众体验农事，亲手来挽梨啊，搁来食美食，感受山城的魅力。一支手提梨啊，一支手提果子剪手机，实际来体验才发现原来手机无好剪，那一个曲线唔对，梨啊就剪袂落来。没有想到原来那个梨子就是它下面的那个枝条这么粗，对啊，嘿，所以觉得有难度，蛮有挑战性的。囡仔欢喜等家己亲手挽落来梨啊，感觉真满足。大家唔拿来分区地块土地，嘛当做做位动手做客家料理。今天来的也非常多的小朋友，所以小朋友跟家长一起参与来做这个东西，其实是增加它的趣味性。有老师说明教大家做客家菜包，除了传统造型，大人囡仔嘛用手拿出真侪种花草，让大家感觉这个课程新鲜个趣味。华视新闻看起来，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。